4月8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呢日出世嘅人呢，有一種好特別嘅特質，就係勇敢。你有一種唔服輸嘅精神，面對所有困難嘅時候呢，你都會有勇氣去面對嘅。做嘢呢，好有幹勁啦，好有熱誠啦，同埋每一件事呢，你都會好努力咁樣完成佢嘅。如果有問題發生嘅話呢，我哋同心協力，所有嘅問題都可以解決嘅。而呢一種能量呢，係好吸引人嘅，亦都好感染到人。但係如果有人中途離場或者中途放棄嘅話呢，你就會有啲嬲喎。感情方面又會點呢？你係一個好有策略、好吸引人嘅人嚟嘅，所以咧你嘅異性緣都唔錯嘅。但係有時咧拍唔到拖，只係工作太忙啫。戀愛同埋婚姻咧，你亦都分得好清嘅。邊一啲人咧係適合拍拖，邊一啲人咧係適合結婚咧，你係非常之清晰嘅。婚後咧亦都會以家庭為重，你會扮演一個好嘅丈夫啦或者妻子嘅角色嘅。而性愛方面咧，你會以滿足對方為主，就算未必係真係好開心好 high 啊，你都會扮演一種咧會覺得好滿足嘅感覺嘅。財運方面啦，因為你個人咧目標好明確啊，所有嘢咧以目標為本。財運方面咧，你都好穩健嘅喎，無論係工作或者係創業都好啦，你都係適合凝聚一種力量咧去揾錢嘅。咁所以帶團隊啊，或者帶一啲去完成一啲 target 嘅話咧，就會比較啱你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所有嘢都係爭取翻嚟嘅。你個人咧太戰鬥格啦，有時會吸引一啲麻煩去你嘅生命裏邊嘅喎。呢一個世界唔係下下都要打仗嘅，放下落嚟，令個人放鬆啲嘅話咧，你嘅生命咧都會好啲㗎。